整个麻豆工业区的市立重划占地100.13公顷啊。好，我们111年的1月份全区完工，那总共历时3年半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做了这个21公顷的公共设施用地，那也节省了公共设施用地的取得经费大概28亿余元。全区公共设施完竣，那提供了甲种工业区、乙种工业区的这个用地总共将近90公顷。所以开发完成之后，这个麻豆工业区呢，它可以成为我们南科最佳的卫星基地。那也提供我们现在厂商设厂所需要的土地，那促进产业的进驻人才的回流，那打造呢成为台南一个优质的工业区，那也带动台南的一个经济发展。麻豆工业区里面我们在利用公治10、公治11两座滞洪池设了2座的一个抽水站。那这2座抽水站呢，在未来豪大雨的时候，我想可以透过我们滞洪池的一操作，可以调控我们整个工业区的一些蓄水那这2个抽水站呢，另外一个特色，它就可以透过那个智慧的一个联控那其中呢，像我们在麻右抽水站呢，也可以管控到，我们可以操作到我们的麻公抽水站这2座，甚至在我们的远端，在我们的水银中心，也可以透过这个监控系统来将这个整个抽水站体呢做适时的一个操作。我想这2座抽水站呢跟滞洪池的一个完成之后，尤其是也可以对我们下游地区我们的皮头小皮社区的一个这个淹水的问题，可以做一些大幅的一个改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次麻豆市立重划连带麻豆工业区的开辟，花了3年6个月，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由政府来举办应该是相对的比较快速，在时效上还有在公平性上，民众比较相信。那对照我们当然都尊重了，因为土地开发是民众的权利了。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事实上我们的对于地方的发展是可以交代。如同刚刚理事长所说，麻豆工业区这个部分大概20-30年前就已经定案可是问题是开辟一直比较慢，地方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地主有高达976位地主，你看要整合976位地主的这个不同意见，如果政府不公正公平的话，那我看这10年也开辟不完。所以呢，我们就很短的时间内，那基于地主的信任，还有基于这个市民的同意，所以很快的时间把它完成，不但成就了这个工业区的开发以及工业用地的需求，也成就了我们治水的需求。所以这2个滞洪池可以容纳10.2万吨的这个这个洪水治水量。那这样子的话，不仅是区内的这个滞洪量可以满足，那区外的部分滞洪量也可以满足。我相信不仅是造福区内的厂商，也造福区外的民众。那在治水、在开发都能够求得双赢。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天是过年连假以后第1个上班日，上午市府分别伫民治甲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新春团拜，气氛相当温馨热烈。面对疫情，市长吴伟特表示，目前也是要密切观察14天以后才算渡过难关。另外，台南目前也有75000剂快筛试剂，比用相当的充足。台南市政府7号邀请民族管弦乐团用过年喜气演奏来迎接连续假期开春以后第1个上班日，所工资回到工作为市民服务。市长委特除了伊为了过年期间游玩值班辛劳的警消等公务人员，嘛鼓舞大家新的一冬共同为市政努力，互市民有感。会长甲2位副市长以及秘书长向所有市府员工讲秋拜年，长明温馨。面对疫情，吴伟特再次强调，咱无放松的本钱，密切观察年假结束以后变化。14天以后，若无新的案例，才算渡过难关。当然，除了密切注意疫情的变化，
快赛期间，咱台南冒75000剂鼻烟，希望平安度过团结的高峰期。我们过年期间这几天，初一、初六到初六，我们都还持续的施打疫苗，不管在诊所、医护人员，或者是在大型、中大型施打站，也都有持续打开。我们希望接下来我们很戒慎恐惧的，由于年假结束之后，人潮南来北往之后呢，疫情会不会产生破口或是扩散？我们都密切观察。那基本上还要观察7天，因为 Omicron 它的潜伏期比较短，有说3天，有说4天就会会发作哈。那但是我们把它拉长为7天，如果7天之内都没有新案例产生，那我们算是平安的过了第一关。14天之内没有新案例的产生，才算完整的度过难关。我们希望说，我们现在绷紧神经来密切注意疫情的发展。新春团拜原本市场会甲所有局处的员工翕相的传统，今年因为疫情嘛暂时取消，用上届谨慎的态度来面对。咱的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市长委贴上午伫新春团拜，除了呼吁民众密切注意疫情的变化，依照现况，年后所大型活动并无取消，但是有求救的计划。其中咸水风炮就是无办示警，只有定点的施放，而国际蓝灯则暂时照常举办。过年要到元宵才算结束，其中传统咸水风炮的重头戏原本规划2月14、15举办，但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得不求水。除了依照中央的指示无办示警以外，目前嘛只有15号元宵当天定点放风炮。市长委贴上午伫新春团拜接受访问表示，包括人数的管控，拢会甲灭风讨论。目前为止，大型活动没有更改的计划，但是有缩小的计划。也就是说，像元宵节的盐水风炮，原先有绕境，但是因为内政部已经公告了，不许可绕境，所以我们就没有绕境，改为定点释放。但是人潮，我们希望说还是要进行一些人流的管制。那至于要做总量的管制，限量多少，我们还要跟庙方来讨论，因为定点释放，那就人潮就不会流动。那这个部分还算是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倾向做一些总量管制。至于总量管制多少，我们会在容后跟各位报告。面对疫情，台南大型活动也包括3月国际蓝灯。市长表示，因为是半开放空间，目前为止无改变的计划。当然，如果疫情控制落来，就照常举办；一旦疫情加重，得随时检讨甲调整规模。但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过年之前，北部出现了鸡卵产量无够欠货，嘛因为中南部较无欠缺，所以真侪民众趁着过年回乡，特别传鸡卵回去北部。农民表示，清明过后，这批的欠卵才有机会来改善。最近原物料不断的增加，互畜牧场的鸡卵农民为着要维持成本，干那当用现有的鸡母继续来生卵，所以出现生卵效率落降的状况，来造成目前供需无平衡的结果。欠卵是因为对去年的年中开始，因为饲料原物料大涨嘛，然后导致阮养鸡业者阮入中鸡的意愿它降低很多，然后很多鸡场都是用老母鸡在那里硬撑，然后老母鸡它到了冬天，它遇到天气变化，它产蛋率会变得下降得非常的快，然后就造成全台湾缺蛋，然后又因为冬天又是蛋需求量的旺季，所以到后面会导致这个情形。业者嘛评估目前安尼状况，可能会要等到清明节的时阵，可以慢慢来改善。接下来对咧镜头来到柑仔店，来听看卖头家最近拄到的状况。北部的等去才佚佗的，要等的顺便要等伊啊。是讲最近北部都欠卵的，咱南部这边咧。阮这无欠呢。咱这无欠。嘿啊。啊，你来接过来，像安尼计小，敢有差哈？无差，阮也无起价啦。咱过年前偌济啊，都讲卖偌济啊。哦，这就拢无起价。无，甲暂时拢无起。无差。啊，这北部这边就是人客是等来才过年的时阵，顺便找你买啊。对。拄啊好经过一摆的年假，有真侪北部的民众要回去北部的时阵，
客当去毋是满满的伴手礼，等到是一罐一罐的鸡卵。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去年底因为副议长甲议员涉嫌互报助理费被减掉侦办，甚至议员杨玉峰判刑，确定取消公职。对此打算参选议员的林依婷日前的公开宣誓，如果伊当选议员，绝对袂用3等亲来担任工会的助理。曾经是台南市政府上少年的副发言人林依婷，即届投入民进党南区甲安平区的议员初选。进前对着市长黄伟哲徛上街头来宣讲4个公投案，决定走上政治这条路。不过，伫咧看到台南市议会这2冬来，总共有8件议员涉嫌诈领助理费被侦办的事件，因此发起参选议员当选，绝对袂用家己3等亲来担任工会的助理。其实我觉得公费助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多在台湾就是一直很备受检视，因为全台湾都层出不穷出现这种诈领助理费的情形。那我想看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毕竟这每一笔钱都是人民的纳税钱。所以呢，我宣誓，我如果当选市议员的话，绝对不会请3等亲以内的家属来做我的助理，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尤其是现在。大家会越来越意识高涨，就是可能会觉得对于议员助理这件事情，会开始会觉得，是不是要倾向专业化，或者是要有一些就是服务的背景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用这笔钱，用人民的纳税钱，身为民意代表，然后请一些相对专业背景的来做地方的在地服务，我想这个是会比较好的。伫林依婷的号召，民进党这位新人，包括大新营区的王宣茂。甲大北门区的谢淑凡，日前嘛聚集伫个议会广场进行宣誓，希望用行动力来争取党内提名，并且顺利当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歇稳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过年期间，真侪人拢会去庙拜拜，祈求新的一冬平安顺遂。但真侪人可能唔知影，也阁有添油灯的习俗。伫咱府城都有庙宇保留这个传统，互信众家己摕油管啊，亲自为神明添灯油，向前添福寿，增加光明。早期社会，信众会直接管物资互公庙，嘛直接到庙内为神明点香添油。向前祈求公明，演变至今，民众改用关钱互庙方买香买油来烧香点灯。每天早时，拢会由信众也就是庙内职工进行添油仪式，维持神明做前油灯不灭。早期嘛，都会到庙里去添油、添油灯。那因为添油灯就是意味着可以添油、添香、添福气，尤其是如果说有考生啊要考试的话，可以。就是来添油，就是帮那个考生加油的含义。信众一旦管烟景了后，提出油瓶，亲自为庙宇神明添灯油，向前添福寿，增光明。新春期间，台湾收庙天坛嘛有不少专门来为神明添油的信众。小姐，你是第一次来这边添油香吗？对。他是怎么样知道这个习俗的？家里人都要拜拜，对，这样子啊。过年刚好我们服务业比较没有空，所以今天除夕休假来拜拜这样子。目前伫咱府城有台湾收庙天坛、开基武庙以及开基玉皇宫等庙宇，拢有保留添油这个传统。部分的宫庙因为安全的问题，拢已经改成点灯的方式。民众后一届若有去台湾收庙天坛参拜，不妨注意看卖，伫正殿玉皇上帝牌位头前有一座100年不灭的油灯。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文化中心的户外景观甲生态水池，每到假日拢是真侪人休闲行待的所在。不过有人不时掠鸭甲鹅来放生，造成愈来愈侪状况。水池已经无法度自然净化，而为了生态平衡，文化中心开放民众申请领用。
台南文化中心有一座自然生态景观池，要20当前成立的时只有饲2对水鸭，但因为真侪民众放生，加上热心的民众来饲，造成水池鸭甲鹅仔的数量愈来愈多，加上原本的龟甲鸟类的生态，排泄物已经严重影响水质甲环境，所以文化局慎重讨论以后，做出开放民众领用的决定。那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去养绿头鸭，然后后来渐渐变成一般的番鸭、鹅都进来之后，那现在整个生殖力泛盛，整个文化中心的水池，因为很多人喜欢去喂食，然后鸡鸭的一个粪便又整个水池污染的非常的严重，所以优氧化的非常的严重。那因为族群太众多那文化中心本来是想要说不是委托专业的，就整个移到农场去饲养或是怎么样。后来想说如果大家这么喜爱这些小动物，那是不是有兴趣的人，你就可以来跟文化中心申请认养，那你就可以抓回去。那或许你家里有比较好的户外的空间，或是一些小的农场，那你就可以让这些鸡鸭在那边生活。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开放让所有的市民，如果你愿意来饲养这些鸡鸭或鹅，你就可以跟文化中心来申请登记认养，那就可以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认养的手续。伫遮个现场，真侪民众拢同意文化中心开放领用的做法，避免污染持续扩大。只是民众受限养饲的环境，无法度供领用的领用。根据了解，在4当前，文化中心透过规划整建，好不容易所建立的水环景观，改用自然工法来恢复水池水质的成果。现在因为鹅仔甲鸭上济，无法度自然净化。嘛希望对减少生物的数量一步一步改善。那其实文化中心我们其实都一直有在整治那之前文化中心没有用生态工法之前，其实每一年都要洗一次水池。那自从改成生态，它有自然的水生植物，然后有很多抛石，然后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潮间带的一个自然的生态的一个循环。但是因为民众一直丢东西下去，然后鸡鸭粪便的大量排放，已经超出它原来自然生态可以去净化的一个程度所以希望能够至少把这些污染源先把它减量，那它自然的生态可以自然再去恢复。我想这样对水池的整个优氧化的一个进程会比较缓慢，那整个净化水池会更有成效。文化中心除了无限民众的条件开放利用，呼吁民众唔通搁再随便放生，或者是饲面包、菜鱼啊等等，嘛希望这个机会进一步成为一种生态教育。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服务偏乡的民众，有备南北会业者就推出行动集会车，将载满民生用品的车开到偏乡，创造参像过去柑仔店同款的人情味，对啊友近甲民众的距离，嘛有当地居民娱乐做方便。住伫偏乡的居民一直以来，若需要补充物资的时阵，伫咧采买过程中拢会较麻烦，所以行动集会车的头家就想出透过将物品拢放伫咧车顶，透过较机动性的方式来提供予住伫较偏乡的居民有一个更方便的采买方式。我们这个是流动摊贩店，流动的南北货杂货店就是了啦。我这个地方大约都是1个礼拜来一次的。都提供这边的欧巴桑啦、妈妈啦、阿嬷啦，他们一些需要的日常杂货东西啦。因为我卖很久了，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星期5会来了，都会来给我买，也算是服务业了。我们算是服务业我们这个柑仔店已经是夕阳事业了啦。我们这个就像在初期的乐谷那个。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啦。头家透过安尼的方式，除了提供予当地居民有经济便利性以外，更进一步诱近了甲居民之间的距离。除了会用予大家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以外，当地居民嘛万分感谢行动集会车头家提供的服务，予当地里面有经济方便性。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去年顶半年，台湾经过56冬来上界严重的旱灾。虽然台南目前水情稳定，会当稳定供应民生甲产业用水到6月，不过近年来极端的气候变化愈来愈大，所以市府水利局提早呼吁民众节省用水，并且会多多利用放流水。台湾去年欠水情形严重，好佳在
经过去年6月几场大雨，台湾目前的水情已经恢复稳定。为了更加有效利用水资源，市府水利局持续办理水资源回收政策，并持续提供放流水，落实一滴水至少用2届的观念，提供市府相关单位以及有需求的民众使用放流水。去年的台南经历了一个56年来的最大旱灾，哈，那所幸在6月多开始有好雨，才解决了大家这个旱灾的一个问题。那今年度虽然雨情有比较稍缓，但是在整体的一个使用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来提早来做节水的动作。那所以市长在过年前就已经指示说，这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多多使用我们的回收水。目前在咱市总共有6个储水点，分别是宁德水资源回收中心、好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安平水资源回收中心、官田水资源回收中心、柳营水资源回收中心以及安南水资源回收中心。那我们整个回收水在全台南市，有6座污水厂可以做回收水的一个使用。那总共有16800吨的一个回收水的量可以使用。那我们希望能够减少这个自来水的一个使用，让多一点水给其他的一个用户来做使用。市府水利局表示，台南市这6座水资源回收中心每天持续供应16800公吨的放流水，予有需求单位使用。嘛，真欢迎民众以及业者就近领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70岁有高血压男性，因为血压发烧，暗时突然间意识无清楚，合并司机救紧，参像猪无电同款。已经过心脑病诊断，证实是严重的心律不整，透过安装心脏节律器，才顺利出院。心脑病院急诊科医师林世豪表示，一般的癫痫发作，大部分会出现四肢抽搐、意识未清。但一寡类似癫痫的患者，嘛有可能是心律不整的表现。亲像这名70岁的患者，第一届发作只有10几秒钟，后来恢复意识，并无其他的不适症。经过心电图的检测，发现是病毒症候群引起的亚当斯斯托克的症候群。大家民众上对癫痫习惯上的认知，就是病人会意识丧失、肢体冲突、那口吐白沫、眼睛上吊等等这一些这样。那通常大家会习惯去找脑神经内科来做治疗，但是有一小部分的癫痫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它是因为心律不整诱发出类似的动作出来。那你如果在当下没有紧急来看急诊，或是后来找错科别，它有可能会误诊一段时间。那运气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生命啊。辨别上，大部分的癫痫在发作过后，病人会有一点迷蒙的状态。但是如果心律不整的癫痫，通常发生完之后，他会立刻回到正常的状态。所以对医务人员来说，如果他发生肢体抽搐的时间之后，人立刻恢复正常，讲话、走路、活动都没有问题。那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怀疑是心脏造成的问题，这样。亚当斯斯托克症候群是指严重的心律不整引起的晕厥症状。虽然症状甲癫痫真像，不过医师呼吁，如果民众出现心悸、胸闷、抽搐或者是晕厥症状，一定要看心脏科，避免延误来就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2月7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